天早安，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已经进入第7天，拍1礼拜啊。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北部、东部甲南部的大城市，重要的港市马里乌波有几百人死亡。咱第2大城哈尔科夫是日头爆炸大炮轰，南部的港市赫尔松市到底即马是谁做主？俄罗斯甲乌克兰是一人讲一款。那甲俄罗斯总统普廷关系真好的大好家人阿布拉莫维奇嘛去扫掉，即马拍算伊是要卖掉英格兰卡球联赛的卡球队。建筑物的锁定导火，有一寡结果已经崩坏。乌克兰一位官员讲，俄军想要瓦解第2大城哈尔科夫，不过一直被乌克兰方面挡掉的炮火攻击甲空袭拢无停。随日即天，哈尔科夫核发广场爆炸声音拢无停，市会附近的路的规拢是炮火攻击了的坟地。有报道讲，俄罗斯的伞兵伫暗时登陆，当局是讲，甲几落台俄罗斯的军机拍来，俄军的飞弹也射偏去，拍到无辜的百姓。自战争开始到即马，已经2000多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救援人员。Противник працює по місту, причому не вибірково тяжелими реактивн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залпового вогню, авіацією, тому що я так розумію, що поставлено завдання психологічно зламати Харків. 战争第7天，俄军继续对北部、东部甲南部重大城市加重攻击。南部重要港口之一的马里乌波尔受到几落点真久的炮火攻击，副市长讲，恐惊有几落百人死亡。另外一个战略地点赫尔松市，路会看到坦克车甲军用车的车队经过，不过唔知影是倒一边个。双方拢讲已经控制这个市。俄罗斯国防部也第一遍公布伤亡的人数。498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семьям погибших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ся возможная помощ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мая многими западными и отдельны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МИ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якобы неисчислимых потеря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это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я. 受战争的影响，俄罗斯的好野人阿布拉莫维奇证实要甲伊的卡球俱乐部英超切尔西提出卖，并且讲交易的资金会用来帮助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这支球团目前市面的介绍30亿美金。身价超过133亿美金的阿布拉莫维奇，互人讲甲俄罗斯总统普廷关系真密切。英国的议会一直想要甲伊赶出英超，受到压力，阿布拉莫维奇就想要甲球队卖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联合国大会昨昏表决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爱随全面无条件来撤军，军队爱离开乌克兰，退回去国际上认可的边界。那双方第2轮的谈判即马准备开始。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是伫会议进前是强调讲，要求乌克兰爱承认顿巴斯共和国。In favor 141, against 5, abstentions 35. Draft resolution A/ES-11/L1 is adopted. 联合国大会初二以压倒性的票数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莫斯科当局无条件撤军。各国代表拢站起来拍扑啊！其中5国被俄罗斯北韩等国投反对票，中国、印度、伊朗等35个国家弃权。虽然这项决议无法律的约束力，只可能有政治影响力。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永远希望大家把这场战争当作家己的战争。The evil will never stop. It requires more and more space to conquer. If tolerated, it advances further and further. The draft resolution is one of the building blocks to build a wall to stop it. 俄罗斯的外长强调，俄国并不是孤立无援，伫国际上依然有真侪朋友甲盟友。对初3的第2轮停战谈判，拉洛夫议员重申要求乌克兰承认顿巴斯共和国甲去纳粹化。Украинцы сами должны решать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закончится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который они развязали и который мы сейчас пытаемся завершить, они должны сами решать, как им дальше жить. 目前，俄罗斯代表团已经到白俄罗斯甲波兰的边境，准备开始后1轮的会谈。俄国代表团讲，乌克兰代表团已经离开基辅，俄军正伫咧替因提供安全通道。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еларуси пол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спецслужбы Беларуси.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коридо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их перемещения по Украине.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京随即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包括全面封锁俄罗斯各项实体，并且对炼油业实施出口的管制，同时将出口限制制裁扩大到白俄罗斯，以免技术甲软体转移到俄罗斯。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辑。其他消息来关心，美国情报国务卿蓬佩奥昨暗到咱台湾，伊要进行4天的访问行程。伊今日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而且嘛去拜会几哪个部长。明仔载会公开演说。不过主办演说的远景基金会最近有收到恐吓批，放调讲要暗杀蓬佩奥，警方已经介入侦办。飞机慢慢降落到桃园机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随日暗到台湾，包括前卡其色外退夫人苏珊，还有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吴茂春等总共12个人。咱方是由外交部政务处长詹秀林等人接机。Business people and people from government people all across your great nati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so kind, for hosting me here along with my wife Susan. 对着镜头下手，蓬佩奥这次访问台湾4天，行程排到正满。今仔日会觐见总统蔡英文，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并且会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随时会参加远景基金会办的活动，发表20分钟的演讲。基金会讲，最近有收到恐吓批，已经报警。目前已经采集该信件相关机证送往建设中心比对中。另研判该信件应该是自新北市中和区寄出，目前前往该地扩大调阅监视器，以追查投递者。批来讲，蓬佩奥是美国流氓，讲要伫咧活动的时阵射杀蓬佩奥，署名是苏港失调者，批成电脑拍字的，想要恐吓，也毋过真侪字拢拍毋着。警方除了采集指纹，也锁定假批的所在是新北市中和。已经调相关的监视器画面追查，另外机场外口也有人伫咧抗议。不欢迎战争分子！新党、中华统一促进党甲333政党联名等团体，总共70多人，伫桃园机场第2航厦入境所在的意见表达区野布条画口号，讲无希望台湾被当作美国政党竞争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会甲蓬佩奥见面，咱总统昨昏是已经先甲美国拜登政府派来的代表团见面。咱总统是强调讲，伫乌克兰有危机的时，美国派代表团来台湾，是展现美国重视两国的关系。那代表团带头的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伊是表示，即摆来台湾，就是美国用行动传达美国的坚定义气承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侵略行为冷眼姑息，就是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威胁。这是全球民主国家团结的时刻，台湾也不能够缺席。蔡总统表示，目前中国对台海甲区域的军事威胁持续野悬，假信息的攻击嘛未少。台湾有坚定自我防卫决心，嘛希望甲美国持续合作。因为最近外界出现美国放弃台湾的讲法，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特别保证，讲美国会坚守对台湾的承诺。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and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I do hope by being here with you, we can reassure you and your people, as well a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irm behind its commitments.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去特使团大的饭店拜会，因按算甲蔡总统做伙食暗顿了后离开台湾，结束这个访问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略略减弱，各地天气较稳定，北部温度有小可回升，高温有25度，也毋过早暗较凉冷，温差嘛较大。咱来看温度。今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到侪云，敢若伫东半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地暂雨，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4度4。日时的是各地温度拢会野悬，明仔载温度会搁较悬，水汽会减少。毋过到拜六后一波冷空气会到位，中部以北会落雨，
北台湾水汽会变较侪，雨水会较高。礼拜暗方面加上冷气团，中部以北、东半部雨会较粗，后礼拜一上寒，中部以北剩10度。啊，那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来关心电价费率的审计会，一年会召开2届。啊，那顶半年的会议伫4月份后个月要开会，要决定今年的电费钱敢要起价。因为最近物价起，钱变薄，若是连电费钱拢起价，影响伤大，所以外界就咧要讲应该袂叮当。国际燃油的价格压悬，发电成本的压力是愈来愈大。不过最近物价压力大，外界预测目前是袂起价。那国内电钱嘛，为2018年4月份一度电2.548块起3%了后，变作是2.6253块了后，已经连续8届无起价啊。电价审议会呢会来评估相关的情势，包括成本、包括社会面、包括民生的需求，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电价的共识。都惊电钱起了后，连带物价嘛跟咧起，加上今年佫有选举，学者认为讲电钱起的几率无大。不过电钱持续动力无起，稳定的负债是会愈加愈惊人。也是政府的隐形的负债，一方面缺电，一方面又要补贴让它多用，那么这个是矛盾的嘛？学者表示，有当时啊嘛是应该爱反映电的价效，若是国际燃油的价效伫咧观点，却是倒头来操作，甲电钱压落来。2050年净零碳排放要达到目标，恐惊是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一摆防调14天新的军事教育调集训练，3月初5会正式起稿。计拥有15000外后备军人会去参加，逐工训练10点钟，内底有2点钟是暗时的训练，而且行军是爱行10公里以上，嘛是硬斗的一大考验。来看《中国时报》，全世界疫情继续咧炭烧，咱台湾的3大科学园区无受疫情影响，伫去年2021年交出水亏的成绩。新竹科学园区营业额成长到1.5兆，创下新纪录。那台中、台南科学园区嘛拢超过1兆，创下新高。3大科技园区按算伫今年的营收会继续创下新高，加咧有机会会当超过4兆。来关心联合报，香港疫情恶化，一天就新增加55000个确诊病例，佫直头创下新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是表示，香港未全面封城，抑过全面强制体检需要有限度限制市民出入，才会当减少刷叮当来控制疫情。关心国内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拢是伫隔离中确诊的，对社区的影响较细，嘛拢甲桃园美的幼儿园有牵连。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站群组感染目前是伫咧控制的范围内。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要对后礼拜开始，咱国内的航空公司有做过3档以放射机组人员对外国飞转的台湾检疫期会当缩短，嘛会使放零。桃园环保局派人到确诊者去过所在加强来消毒，因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礼拜3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是桃园美的幼儿园互相熟会衍生出来个案，2个人拢是伫厝隔离期间因专用确诊。整体案件看起来并没有再往这个没有匡列的人的方向或者那个人去走，目前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随着国内疫情较厉，指挥中心也正式公布国际航空机组员上新的检疫规定，对3月初7开始，当天的航班部分，即要住第3档，疫苗追加剂满14天，入境了后会使采一人1户伫厝检疫，检疫天数改做5天伫厝检疫，加上5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样本若是无住第3档满14天的人，是维持5天加9天的检疫的规定。第1航班的部分已经住第3档满14天，入境了后，敢若需要7天自我健康检测就会用的。无住第3档的人是维持7天自主健康管理。在外站还是要落实零接触，那机上要全程的防护。那如果要居检期间符合民航的规定，在派飞前需要做一个快筛，要有阴性，那才可以上飞机去飞。指挥官陈时中讲，下礼拜1 3月初7开始，边境小可解封，入境的检疫天数会对14天缩短成做10天，并且放宽商务客来台湾。有国确诊个案一定会增加，不过无希望亲像香港这种爆发的形式，要安怎来避免，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开放之后，那必然确诊的案例一定会增加。那是必须大家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怎么样把自我管理把它做好，大家合作，那快速的有任何的疫情可以把它匡列住。但是中进一步指出，今年7月了后，欧美国家大解封可能性是真悬，不过大解封也伴随大流行，要不台湾社会也无法度承受这么高风险的疫情，而且台湾整体感染率较低，也是一步一步爱真小心，大范围内解除禁令的脚步一定会较慢一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9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0582例。中国嘅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超过515万例，韩国是超过34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嘅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欧洲嘅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是超过2200万例。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伊上任头一场的国情报告，强调美国会甲自由世界国家甲乌克兰徛斗阵，来追究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战争的责任。美国总统拜登执政1年外，头一场国情咨文演讲拄到欧陆战争前6天啊。拜登讲，美国甲自由世界国家会甲乌克兰徛斗阵，共同追究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战争的责任。He thought he could roll into Ukraine and the world would roll over. Instead, he met with a wall of strength he never anticipated or imagined. He met the Ukrainian people. 拜登话讲到这，议场所有人无分党派，全部徛起来拍扑啊！阁有人摕乌克兰的国旗伫人，坐伫贵宾室的乌克兰大使马卡罗娃徛起来，拳头母顶咧表达感谢。Yes. W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 with the Ukrainian peopl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e've learned this lesson. When dictators do not pay a price for their aggression, they cause more chaos. They keep moving, and the cost, the threats to America and America to the world keeps rising. 拜登宣布封闭俄罗斯航空的领空，禁止俄罗斯飞机起降，并表示当地切断俄罗斯上大银行甲国际金融体系联络，阻止俄罗斯得到技术，削弱伊的经济实力，并伫未来几年削弱俄罗斯军事力量。美国司法部也当地组建一个专门小组，追查俄罗斯独占的罪行。虽然目前逐天也是有超过2000个美国人因为新冠疫情死亡，不过为此开始，完全注射人进入联邦大楼就当免挂喙安，这代表美国抗疫来到新的阶段。拜登骄傲的讲，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提供免费的疫苗、治疗、体检甲喙安，并宣布新的免费治疗药物计划。And now we're launching the Test to Treat initiative. So people can get tested at a pharmacy, and if they prove positive, receive the antiviral pills on the spot at no cost. 另疫情方面，美国失业率降到4%，不过通货膨胀却升悬到40年来的最高点，真侪劳工家庭生活开销承受真大压力。拜登讲，伊感受会到，保证打造美好家园计划的成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那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又伫欧洲议会演说，互在场的人是听甲真感动，连翻译的人员拢翻甲喉甜目眶红。那俄罗斯的外交部长伊伫联合国演说的时，颠倒是有侪国的代表随离开，用行动甲气象表达支持乌克兰。欧盟即马嘛拍算要提案宣告俄罗斯是罗马国家。Ми боремося за наші права, свободу, за життя. А зараз ми боремося за виживанн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一伫欧洲议会来发表时信演说，展现乌克兰来保卫国家的决心，同时嘛甲欧盟化话。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разом з нами. 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нас не відпускаєте. 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дійсно європейці. І тоді життя переможе смерть, а світ темряву.
杰林斯基演说，大家都俄罗战，甲比指起来同一天，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洛夫，伊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甲裁军谈判会议内底这个演说，说是安尼天差甲地。台顶咧放俄国的外长遗录的影片，也那伊的内容是大部分拢咧批评乌克兰，也那台卡是强要无半人。真侪国嘅代表来发起抗议，因爬起卡过来走，聚集伫广场外口，手提蓝黄色嘅国旗咧声援乌克兰。国际挺乌克兰的行动煞咧发酵，除了讲已经有送出加入欧盟的申请，即马欧盟的官员嘛当咧演议草案，拍算讲宣布俄国是罗马国家，呼吁欧盟国要加强制裁，也那随时嘛是历史性来放弃中立，正式来加入制裁的行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战火无情，乌克兰受伤的人数增加，医疗资源强要紧绷。儿童病院已经把病床刷到地下室去密。首都基辅的病院有清出空间要治疗伤者。西药房是出现排队的民众排甲落长等待买药啊。医用的送数可能24点钟就用了啊。也毋过即马因为交通断去，嘛送袂入去。卡老两边摆满病床，有人直接困伫涂骹，爸母带囡仔过一天算一天。这个所在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间儿童病院，因为烦恼予炸弹攻击，顶礼拜部分病床刷到地下室，死亡人数也大大减少。Reduc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if normal time we have around 600 patients, now we have only around 200 patients. 互病况较轻的患者转院也是出院，是惊俄罗斯的军队持续攻击，病院随时都爱收治患者，只好控管人数。资源真安尼，毋若病院，只附街路少数有营业的药局，即马嘛排真长的人阵。My husband had a heart attack, so I need to buy medicine for him. But not all the pharmacies are open. It's unpredictable and it gives you all the time like 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 And 连日知影俄罗斯的炮火有可能随时落来，民众也是都爱出门，因为今仔日无买，唔知影明仔载是毋是有机会。不过排队的唔若是为厝的人买药啊，也有人是为着前线的阿兵哥买物资。I was searching for like basic stuff, you know. Nobody was ready, so guys asked me to bring socks. I was looking for socks, and I bought something super expensive, like twice as much as usual. 战争无停，物资危机就一天比一天较悬。世界卫生组织 WHO 礼拜提出警告，因为俄罗斯军队攻击交通中断，卡车无法运送医用的sản素，生产商也欠缺原料。乌克兰大部分的病院sản素恐惊24点钟内就会用完啊！因当想办法协调，希望透过波兰的物流安全通路，赶紧将sản素送入去乌克兰。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礼拜，俄罗斯头届公布伤亡的数字，讲俄罗斯有约500人死亡，也毋过乌克兰是讲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有7000多人死亡。来关心战事紧张，被俄罗斯总统那亲像是公布俄罗斯进攻的路线图，嘛发现乌克兰边仔的国家摩尔多瓦有可能防入侵。来关心美国媒体讲，俄罗斯2月24拍乌克兰，其实中国早就知影，而且中国告别要求讲，爱等北京冬季奥运结束才会使去拍。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民进党的中执会昨昏通过台南市、高雄市嘉义县连任县市长的တင်調案，3个首长直接代表民进党去竞选连任，也毋过有中常委是这支黄伟哲有争议。黄伟哲是强调讲，伊绝对无做过陷害同志的代志。民进党是执政党，我们一定要更团结。蔡英文伫中执会发讲爱团结，不过党内对台南市长敢是爱顶掉现任的市长黄伟哲有无共款的声音，尤其是伊读台大的时阵，感觉做过线面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可以建议的，怎么让我们后续的选举能够更好，然后不要重蹈所谓2018的高雄事件造成的政治风暴。会议尾手通过台南市、高雄市、甲嘉义县的连任县市长定调案，虽然确定互提名，黄伟哲讲心情加减也是受到影响，不过嘛强调讲无陷害过任何一个友志。我没有做出卖同志的事情。那40年前我们念大学，那个时候。所碰到的一些，包括来自于行政机关，包括来自于教官的一个恐吓威胁，其实大家都有，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经验。你可以接受他的说法吗？赶快啦，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啦。
但是吼，伫党内底袂使有伤害啦。高雄台南拢确定由现任的市长争取连任了后，台中市长选举以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参选的机会上大。因那北部拢还无明确的方向，不过人选可能袂少。亲像嘉南市长林佑昌传出有意愿参选台北市，内政部长徐国勇捌互点名参选新北，林佳龙互点名双北，卫福部长陈时中是3位拢互提起过。学者认为讲，要是爱看民进党派系上尾协调的结果。他并不可能说单纯就每一个单独的事而考量，一定是绑在一起。而绑在一起，当然我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可能胜出的几率，然后另外一个是派系平衡。学者嘛认为讲，民进党伫双北甲桃园市长的选举，其他政党提名人选还未完全确定，所以民进党的提名时程可能会等对手拢确定了后，才来思考上届有机会选赢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已经确定台南市、高雄市甲嘉义县首长要继续拼连任。若国民党这边一直拢还未确定候选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是强调讲，年底选战爱团结，才有法度争取胜利。若目前台南、社两界甲陈以信拢有表态，讲想要争取参选。党主席朱立伦带领党团总召集人在民总顶人，初二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看到赢南部的县市长提名人选已经定啊。国民党中常会说是把重点放伫咧乌克兰的议题，对年底的选战，朱立伦敢若讲爱团结选赢。新的常会的组成，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年底的选举，秉持这样的决心，我们团结一心，争取胜选。党中央部调集地方说是心共会道，高雄之前传出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可能代表南洋参选，不过伊已经伫人面册发文否认这件代志。前2天啊，国民党副秘书长罗志强去高雄谢票，地方的人士一直鼓舞伊来参选，不过伊讲这个决定并不是真简单。我需要更审慎的思考，也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决定啊。因此，再给我一点时间。拼袂过绿营执政的优势，南营伫高雄的选情较无遐尔热，因为台南共款嘛是去用看做是绿营的地盘。在第5届议员社两界大声表态，接受无分区立委陈以信嘛宣布争取提名，过来爱面临党内协调。陈以信认为讲，党中央会以上有赢面的人来考虑提名，被限制是已经公开表态的人。选举胜选机会最大化的前提来征询他们觉得合适的人选。那么这也不是只是针对台南，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艰困选区都有可能。除了高雄甲台南2个直辖市，嘉义县国民党的参选人人选赶快还未出来，到底要派什么人来对战绿营现任的县长洪州娘呢？嘉义县党部并无公布有意愿参选的人，敢若强调讲一定会有人来参选，目前当积极伫协调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去年底环保团体有提出第3天然气接收站爱提出大潭的海草搭，结果公道无过。去对外海气这个方案的环评就继续行，昨昏已经通过环保署的环评大会，即马嘛按算伫2025年6月份会完工。来环保署真正的次数已经坐甲算袂清。仁爱海草搭公道推动小组宣布，这是第144届记者会，应该是现阶段最后一届记者会。你不能友善我们的环境，你的能源转型也都会是骗局。台湾的世世代代都会永远记得早教的伤痕和他的刽子手。3接向外分出的方案无乌图无填图，第2月初通过环评初审，较无1个月来送入环评大会审查。针对中油干切旋螺海草，敢若一季一改，有环评委员认为无妥当。中油要把它改建监测的频率我觉得不怎么大，1个月1次并不为过。若是天然气挖口进口的风险，中油回应国内天然气来源采多元化规划，为澳洲、中东这所在进口，未有集中的情形，会当降低风险。伫经过1点半钟的讨论，最后案件伫环评大会审查通过。中油公司是讲，会担起责任，就是3接向外分出去，佫会当保护海草搭，减少空气污染，稳定供电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钢集团伫3月初2昨昏去中华职棒联盟签加盟的意向书，咱国内的职棒有第6队啊。除了主场即马确定是高雄大比乌球场，队名嘛已经确定是台钢雄鹰。台钢集团会长谢如民带领几个高层，初2下晡去中职签加盟意向书。谢如民讲，集团已经有企业卡球队、甲职业篮球队，要阁组职棒第6队。是要给少年人空间，甲提倡南部运动的风气。我们也希望呢，将来
能够搭配市政的施政推动呢，我们能够来尽一份力量。加入民从细汉就咧看野球，集团的总部伫台南，伊上介意看的是统一狮。伊讲想要较有机会会当加入中职。目前台钢已经准备10亿，有信心加5年的保证金，领回来。在资源方面呢，这老天爷都帮我们准备好了，又帮我们准备好了，所以球团有说，5年的一个保证金呢，我们有信心呢，一定把它领回来。交意向书了后，台钢后一步是4月份提交经营企划书，那5月份的中商理事会通过，接续会参加季中甲年底的选秀，就会伫2023年开始二军的比赛，而且伫2024年开始拍1军。目前确定的队名是台钢雄鹰，以大 B 为主场。台钢董事长王建芬做职棒球团的董事长。他目前没有捷运啊，这是可能是北部球迷最没办法忍受的一个现象。但是呢，陈其迈市长也允诺了，就是说未来捷运会通到澄清湖球场。很谢谢陈其迈市长、潘孟安县长2位都听到要第6队在落脚之后，他们都很希望未来高雄屏东高屏就是这个台钢雄鹰的大本营了。针对外界风声讲，台钢锁定洪一中做总教练，嘛有想要找陈伟文、甲杨大公等等的球星。王建芬强调讲，因拢会是海选的目标，因若领队甲总教练等等的人选，会伫4月份提交经营企划书的时阵对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第5风上头，镜头来屏东3地门乡巴哥达瓦家族石板厝已经有780年的历史啊。经过3冬厝内厝外整体的翻修，今年有摕到巴黎设计奖的银牌，嘛互咱台湾传统特色的建筑影响全世界。这间看起来真有原住民风格的石板厝，毋敢若是普通的客家。这间是屏东3地门乡巴哥达瓦家族的石板厝，摕到2022年巴黎设计奖的银奖。出国比赛，用传统工艺起的石板厝，因古来加减仔的漏水受损。屏东县府自2019年开始，就巴哥达瓦家族的成员和原住民的工艺师傅做伙整修石板厝，加强结构补擦雕，维护部落精神的石条。可能经过了70、80年的历史，其实我们的石板屋已经有在漏水，所以我们就特别在这次有做一个石板屋的修建，然后里面图腾的一个修饰。整修石板厝，毋敢若是互家族的成员甲过去的记忆找回来。头目包金莲表示，望甲这个所在整修好势了后，大家会当伫遮集合学习，互更较侪少年辈体会部落原始的生活方式甲文化意义。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开始做传承的工作，在我们家这个田野这边，就教导后面的人要怎么跳，然后唱歌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巴哥达外这个包金人家族的这个石板屋呢，过去承载了在部落族人的一个共享、共识，甚至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慰藉。这回石板厝摕到国际奖项，让世界看到台湾传统建筑的特色。3地门乡的乡长表示，乡公所会继续收集历史资料甲文物，未来会甲石板厝规划做社区旅行的景点，让更较侪人看到原住民祖先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阿里山地架车站，去年底完成整修了后，今年有邀请6间大学的建筑系学生囡仔设计出特别的作品来展览，希望会当推广地架这款建材，嘛请游客来行搭。为家己车头坐火车来到地架车站，6间大学建筑系教授甲学生要来绍介因的作品，交流用地架做建筑材料的感想。我们现在在做的尝试，其实就是要把，就是它可以变成什么样的画面，把它实际的构筑出来。一样的铁道，那100年前是采块木，100年后呢，我们是来做一个积极运用竹材的一个展示的场所。各种无同的地架创作，拢是这学生为头到尾豆啊做出来的。有的看起来亲像云的感觉，嘛有的会当听到地讲的声音。第一个是竹林的感觉，第二个是也可以让人可以去体验竹子在体验的时候有一些竹子的声音，让整个体验是更加丰富的，不是只有视觉上。让我们好的这些竹子的记忆传承下去，同时透过这个学校里面好的创意能量帮助这个竹子
相对传统的领域可以有一些的转化突破啊。台湾德会表示，过去竹仔拢互人感觉毋是真高级的材料，希望透过这个课程甲展览，互竹仔伫建筑的运用毋但有新的观念，嘛替传统产业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嘉鼎南马地最近出现200-300只乌面腊杯，数量各创下新纪录。其中内底有一只是4天前伫永安受伤，经过救援野放，已经是连续4天飞去高雄，而且看起来比英国也搁较勇敢，互鸟友看了真欢喜。这顶乌面腊杯内底有卡款的这只就是 H74，伊顶个月底出现伫嘉鼎南马地，听说鸟爱人士拢真惊喜，因为 H74 4天前伫永安治疗希望受伤，经过救援治疗才放线，了后伊逐年拢搁飞回来。静脉的构口也是已经很强壮，而且伊身躯迄个金黄色的环子液的颜色也出来了。H74 较早是韩国教授靠卡环放线的乌面腊杯，想袂到伊连续4天拢飞来高雄。你们看到右边2只在谈恋爱，他们将互相没有嘴巴。民众嘛翕到乌面腊杯谈恋爱的画面，实在真趣味。嘉鼎南马地今年来歇冬的乌面腊杯，至少有200到300只，数量比以前较侪。伊今年的雨水有够，那食物量嘛有够，所以咱保育伊的安全。伊感觉伫即个湿地内底，伊是足安全的，所以伊的数量是愈来愈增加。佮包括一寡老鸟，伊会带伊的幼鸟对来。毋但乌面腊杯，嘉鼎嘛第一摆记录到长喙豆眼的出现，而且因已经停留3个月，实在真难得，互嘉鼎南马地生态更加丰富。记者邓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新闻消息，媒体真相称，去年10月份推出的整形馆，敢来当用到后个月底。若苏东市各部会嘛，拢有推出加码的好康，也毋过加码更这部分，也有超过6成以上抽到的人拢无摕来用。尤其是国发会的地方创新馆，有96%抽到的人，甲单拢也无开。为着加强整形馆提升经济效果，真侪行政部会去年阁加发加买馆，但是即站使用期限要到啊，所以有足侪也未使用的。有立委就点名像地方创新馆，有96%无使用，甲爱观馆、动资馆是使用率上低前3名。因为我们的店家比较说属于微型，而且比较非都会区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店家基本上都是分布到中南部或东部，比较不会在大都会，像大台北其实店就很少。以地方创新馆来讲，国发会编2亿推2波促销方案，但是累积的使用金额才424万，比起使用率上好的好食馆编20亿左右，使用要18亿，成效差足济。毋若点头无收到效果，嘛浪费宣传成本。另外，已经算是较热门的街坊馆，嘛有5成外还未使用，龙游馆甲国旅馆嘛有6成放伫遐。疫情的影响的关系，我看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啦哈。所以说我们的使用率哈，在经过228这年假之后的话哈，我们已经又等于说使用率又提升了5%啦。立委批评加买馆预算总共嘛有90亿，但是安尼成效真正无好看，嘛认为使用率低、程序复杂、通路少，民众袂记领有关系，敢若存够挂过使用期限，嘛呼吁民众赶紧来使用，各部门嘛爱尽力宣传。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去伫农地围种在工厂申请立管的期限到今年3月20，这个月20就要到期。目前咱全台湾也有2万多间围种的工厂拢无去登记。民间团体就表示，剩无1个月啊，要求政府一定爱照聘照行，时间若到无去申请的，就爱断水断电。提民众真正的相片，讲这间去大约20年，中华中医科技公司这几年定去互居民抗议，讲闻到臭味，搁排垃圾水。地方去年认定伊是违章工厂，即阵工厂当伫咧申请纳入管理。像安尼，伫咧2016年5月20进前起的农地低污染的违章工厂，全台湾有45000间，毋过简单2万多间有申请纳管，离申请的期限3月20剩无1个月，民间团体呼吁时间到，就爱断水电，毋好搁再跳票。
现在民进党政府是说不会再开放，可是我们看到农业县立委已经开始在讲说要求要放松农产业群居等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是很难相信会不会这样子的纳管期限又再度被延展。政府伫咧2010年开始修正工厂管理辅导法，开放下当纳入管理。2014年和2019年拢展延，等于是互厂商3届就地合法的机会。不过，即马煞要有一半违章工厂超过2万间，要咧小数搬运去。民间团体讲，今年年底地方选举，即阵有袂少要未纳管的工厂，拢借弱势的名义，要求政府继续偷棒。居民无奈，只好转向民间团体来检举。这2年以来，我们收到了1449件的回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会让所有人都不敢去跟政府检举，反而跟一个民间团体去检举呢？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落实约束，未偷放纳管的期限，未无期限就地合法，未放令农产业均住地区的认定。同一个时阵，也希望地方政府增加客载人力，因应3月20以后长指定的业务，也替整个产业做总盘点。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英国细汉囡仔发展较慢，人拢会讲大只加慢啼，啊，毋过这款观念爱改，因为无要无紧，有可能会失去囡仔黄金的治疗期。根据伊甸基金会的统计，咱全台湾即马有超过26000个囡仔，因为发展较慢，咧接受早期的疗育，规定是真辛苦，所以有超过60%的家长望政府会当提供hiệu全的服务。阿君伫妈妈的帮助之下，徛伫台顶。今年5岁，阿君受到罕见疾病的影响，伫下半身、语言、生活自理能力的部分有发展较慢的状况，需要做早期的疗育，才通赶上大部分囡仔的发展进度，会使讲是真接力。他早疗之后呢，我先孕假2年之后呢，我就离职了，就专心照顾他。早疗这几年的时间来换他以后的日子能够自理。根据伊甸基金会对早疗家庭的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甲阿君的妈妈相像，改变原有的工作规划，嘛发现有60%的受访者认为早疗资源无够，其中上欠缺的就是会使互家庭暂时休困的喘息服务。很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的支持，来支持这些家属，可以在这样子的照顾的压力之下，能够安心的继续照顾他的家人，也可以让他有安心的工作，让他有继续在社会上面发展的一个动力。很多人对于早期疗愈他还是不了解，所以很多的家长可能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能有出现一些迟缓或发展整个的一个迟缓的状态，或者他可能在学龄前的步态不稳等等，他可能不了解。伊甸基金会表示，望中央会使有较侪宣导，互类似状况的家庭了解早期疗育，互囡仔会使把握6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期间，嘛望中央提供充足的补助，互发展较慢的囡仔得到适当的治疗甲服务。记者郭文张随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国外，为着要提悬结婚率甲生育率，中国官方是咧激头壳推出联谊活动来做媒人。世界即马中国各地拢有相亲的活动，希望鼓励结婚、鼓励生囝。偏爱，正确哇！查甫查某分2摆徛，主持人一话声开始耍游戏。这不是一般的团康，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办的单身交友活动。原本是党团宣传阶级的共青团，最近伫咧做唔人，拿带未婚的男女耍游戏，也个会因展现在家。若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对象，边仔要资料卡。身高、体重、学历、收入，是不是有清楚拢写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像这种的平台举办的这个活动吧，可能就可信度要强一些。就是没事就是跟我有机会没机会的都会渗透一些这个思想吧，也会催一些，感觉到压力很大，年纪越大压力越大。共青团办联谊活动，主要是中国最近结婚率甲出生率一直降。去年出生率更加是历史新高，只敢拿7.52%。那内落去，中国社会拄到劳动力高龄化的情形。计划在今后呢，这个活动会每个月这样常态化的开展下去，在今后可能也会采取一些丰富多样的形式，包括这种文化沙龙啊，这种脱单市集，包括这种旅行交友采取一些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吧。
因果想要结婚无容易，结婚率遮尔低，加中国过去伫咧实个一胎化，造成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去平衡有关系。有一寡农村的男女比例甚至有到10:1。有一寡家庭为了要找适合的女性，就开始伫咧划介绍，就是大家伫咧比聘金，和男性要找对象是更加困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再检查了泰国有一个食到102岁的运动员，伊是泰国上济岁的走标运动员。伊最近还佫参加一场比赛，伫老人组摕到金牌。伊讲要活好勇敢，食饱字，秘诀就是爱加运动。正声一响，第二跑道的沙王老先生就开始向前冲，伊的骹手正溜溜，完全看袂出伊已经102岁啊。结果100公尺底跑，伊的成绩28秒7是新纪录。另外，伊也参加标枪比赛，这个项目佫摕到金牌。这是几工前伫咧泰国西南部龙江区省所办的电竞大师锦标赛。沙王老先生参加比赛4年来表现拢正赞，是泰国年纪上大100公尺底跑的选手。就以退休的校长讲，伊主要是要来交朋友的。ได้พบปะคนเพื่อนฝูงบ้างแล้วก็คนที่ยังไม่เคยพบปะรู้จักกันก็ได้มาพบปะรู้จักก็รู้สึกว่าดีมากครับ普通时陪伊做伙运动的查某囝也已經70歲啊。伊講因老爸個性正樂觀，而且開始運動了，身體也加正好。ร่างกายก็แข็งแรงขึ้นสมัยก่อนที่ยังไม่เล่นกีฬาเนี่ยพ่อเนี่ยจะมือสั่นด้วยแต่ปัจจุบันนี้ไม่สั่นค่ะคือการ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เนี่ยมันช่วยได้เยอะค่ะช่วยได้เยอะ沙王老先生講，運動是伊保持健康甲長壽壽的秘訣。若想要跑步，上好是穿較好的運動鞋。日本的業者佇西班牙辦的世界行動通信大典，就送這種會當發光有感應器的智慧運動鞋，提供腳步的資料。穿這雙智慧鞋走的時陣，相關資料會傳到手機的 App 內面，會當掌握這款資訊，知影家己走的情形，然後做調整，互家己走了更加健康、更加有效率。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輯。關心環境，塑膠糞掃是800款。即馬歐洲的海沙堡是接看到女性衛生棉條用好了後的塑膠講，女性的生理用品因為會用到大量的塑膠，對環境會造成污染，即馬嘛開始受重視。自伊拉克的巴斯拉到巴基斯坦的克拉區，真侪人塑膠糞掃攏亂彈，污染河甲海洋，畫面互人看了就驚。住佇英國的戴斯發現，女性朋友逐個月攏愛用到的生理用品，竟然也製造真侪塑膠糞掃。So with tampons, you've got the plastic wrapper, and then you've got the plastic tampon applicator itself, which is the big issue. 歐洲議會統計佇咧歐洲城市海沙堡上常常看到的塑膠糞掃內面，棉條塑膠倒講排第5，但是講上多人用的衛生棉內面的成分有9成是塑膠。Obviously, you've got the wrapper, and then you've got all of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this. So you've got plastic at the bottom, at the backing, on these top bits, on the adhesive. So it's quite a lot when you consider how much plastic is actually in them. 生理用品因贵就单调，而且每一位女性一世人就要用几60年，安尼加起来，塑胶糞扫的量是真惊人。但是认为生产的厂商有责任提供无塑胶的产品，所以拜访欧洲几多间大型的业者甲超市，希望因加入对环境友善的行动。即马有厂商已经用回收的塑胶包装卫生棉，要业者无搁再生产棉条的倒讲。因为会当搁再用的产品，即马愈来愈受欢迎。This is the Moon Cup. It's a menstrual cup. It's made from medical grade silicone. We saw a massive increase with COP26. 但是发动的无塑胶运动，甲正伫咧肯亚首都奈洛比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方向同款，会中欧盟甲13个国家共同提案，希望制定一项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要求制造商对塑胶产品采取循环经济的做法，来防止塑胶污染扩大。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
报乡亲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传出大停电的消息。头段伫各地拢有传出停电的消息，目前高雄捷运、轻便铁路拢停驶，嘛几来民众传出掉伫电梯内底。为什么会大停电？原因也毋知，还阁来进一步了解。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